有立委指出讲，伫咧中国的社群平台有一个假口罩，叫做国疆的官方口罩，伊伫顶头卖国疆的周边商品，才有可能影响到国疆的收益甲形象。国疆表示讲，目前正咧调查这对方卖物件是对倒位来的，也若伫对方报名诈势，已经透过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这假口罩爱关起来，而且爱赔偿。 国立故宫博物院，互人号做故宫三宝之一的翠玉白菜，就算是上班日，也是成袂少民众来看。但是有立委发现，伫咧小红书即寡中国社群平台，有假口罩使用故宫的名字，咧卖翠玉白菜即寡故宫典品的周边商品。就连拄出版的2025年腊日，也有咧卖。有一个台北故宫交流中心在贩售这个故宫文物的这些资料跟授权然后呢还得到这个蓝勾勾官方验证那等于是在假装帮故宫在卖它的文物的授权，而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当然就会影响到故宫的自己本身的收益。趁钱的东西别人开钱的东西咱安尼袂使。 点开即寡假的故宫口罩，毋若咧卖商品，搁一个小改展览品，假做哪像是真的官方口罩共款。故宫表示，目前还无清楚对方卖的商品是仿的，也是透过管道买故宫的正版商品提起遐卖。这部分目前正咧查证。阮想办法要去甲迄册买转来检视讲，这是毋是阮的产品，还是讲伊个去仿冒的，用台北故宫的名义来。 对外宣传，阮也是感觉少头疼的。感觉这个部分，阮已经有采取用法律的手段，要求对方的厂商爱赔偿。故宫表示，因上早为2021年7月开始，就发现中国社群平台顶有人咧用故宫的名义经营口罩。故宫讲，当然透过法律手段，伫咧中国的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把口罩关起来。无名诈骗的部分也要求赔偿。 目前相关的诉讼正在进行，要来等待判决结果。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